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初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头一批 A 级预防车已经送到咱台湾。行政长苏贞昌昨是强调讲，民众若是对预防车有疑虑，伊愿意代行注射。那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表示，咱国产的预防车7月份就通大量生产，到年底会当生产超过1亿吨，若家己有够用，嘛会使配合别人。疫苗不足，我不抢，没人敢打，我先打。我们都看到现在，国人同胞都有勇要打疫苗的状况。第一批 AZ 新冠疫苗登记来台，行政院长苏贞昌初5去立法院备询前，接受访问再次表示，若国民众有疑虑，伊愿意插头注，也毋过呼吁各界按照指挥中心的顺序注射。另外，第二批疫苗来台时间，卫福部长陈时中无讲，也毋过伊表示，有国内疫苗厂逐个月产能会当达到2000万剂，有假7月会当量产，年底可能有1.2亿剂，毋若家己用，也个会当挂销。我看你标出来的时间是7月份。国产疫苗应该可以取得授权上市，这个时程有几分把握？应该有80%以上。国内供应无虞，它才能办出口嘛。对。另外，陈时中也指出，国务院当咧筹划建立疫苗市场，来应应未来疫情状况，精简研发疫苗，加紧临床测验进度。有计3年来完成，各界也关注属于封闭组织的国军什么时阵注疫苗。陈时中讲，国军顺序无办遐尔早，国防部也回应，一切按照中央规划顺序。在 CDC 已经排定了接种的优先顺序嘛，那我们未来就是所有的就是接种规划的话。我们对官兵是鼓励跟宣导，希望能够他们都能施打。刘德平表示，只要有疫苗，就会鼓励官兵做，来确保国军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苹果日报。保护海草大的公投人数收到超过50万份，确定会当成案。8月28要举办公投的时，就要交予人民来决。根据了解，政府高层对这件代志的发展感觉真意外，赶紧派出有甲社运界有咧搬烂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出面，后日要甲环保团体林嘉比交换意见。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这是环保甲环保的选择，希望会当继续沟通。来看联合报水井案，龙田水利署主动拜托大甲顶南宫明仔举办祈福法会，要向有雨水马名号的大甲马祈求雨水。顶南宫的董事长颜清表示讲，这是伊任内头一摆求雨，无把握赶的落雨。开放报名到今已经有超过2000个人报名要参加。来看自由时报。今年正月份，部立桃园病院发生病院内底的群聚感染，因为写伫纸本顶头探病记录无法度随掌握探病者甲病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打算要利用长照系统建立做陪的探病者徛名册管理功能，甲要去陪去看病，甲有探病人资料电子化，伫后礼拜就要开始安尼做。来关心中国暂停进口咱台湾的往来，严格昨昏，伫屏东是有贸易商装30吨的往来要销去香港，因讲后礼拜也搁要出口30吨。照过去的经验，咱台湾检疫无问题，合格了后就当顺利出口。严格即马无法度挂保证，敢会有其他的因素来干扰。甲往来顶悬的营业清清咧，嘛伫往来下底中放一寡手针，预防事故，才会当装箱。这往来拢是要销去香港当地超市等等的所在。这是中国宣布暂缓进口台湾往来了后，头一批外销去香港的屏东往来。在于我们台湾这边出口来讲的话，我们自己贸易商会针对于说特定农民，或者是说我们的农民采收农作物特别要求，我们以现阶段大家听到介壳桶部分，会特别的去注意去清洗这样子。业者讲，头一批销去香港的往来有30吨，后礼拜同款嘛会销去香港同款的量。因为香港检疫法规甲中国无同款，目前拢是香港的业者有需求，注文了后才会出货。不过，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当地渔农自然护理署表示，若是食物的货柜发现有病虫害，就拒绝入境。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回归到我们农粮单位的，我们的农粮署啊，或者是说我们的看我们这个立委是怎么争取啊。中国禁止进口台湾往来，不过各界拢斗3天来扩展其他海外的市场。有澳洲的台商买2吨的往来要斗袂去布里斯本甲墨尔本，而且无少成本，要用空运的方式载过。伫澳洲1公斤卖差不多15块澳洲的钱，
等于是台票300块左右。气罐呀，如果海运第一次用海运的话，那个风险非常高；用空运的话，很快就到嘛。还有检验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话会保持这个可能不会失败了。嘛有台商安装伫台湾投资冷链的设备，大家拢认同讲，无应该想过挖靠中国市场。目前海外市场上界大的采购国家可能是日本，因为一年的销量已经为去年2000吨增加到5000吨。不过农粮署嘛烦恼讲，这段时间大家抢咧买往来还未大出，就已经开始起价。以初五国内市场批发的价格来看，1公斤已经起到31块。因为安尼，农民大量采收，等到可能会影响到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劳保局精算报告，讲咱的劳保伫2026年有可能会破产。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林万英嘛证实讲，劳保面对破产的时间是哪来哪逼，所以爱量早来解决。行政长苏贞昌有出面强调讲，政府若袂倒，劳保嘛绝对袂倒。我讲过，政府若无倒，劳保绝对袂倒。而我们也看到政府努力经营，有各方面的获益。向民众信心化为，行政院长苏贞昌希望民众唔通烦恼劳保破产，因为政务委员林万益测试相信劳保破产时间确实真逼，因为劳保债务每3年精算一摆，另一摆精算报告伫2018年底出来，指出劳保50年无提存，减庄负债已经增加到9.11条，破产年限将会由2015年精算到2027年提前到2026年。劳保局上新统计数字也显示，到去年底，劳保保费的收入甲给付差距了不外487亿。这种类似劳工保险的改革，在各国都是如此，一定会引起很多的一些抗争呐哈。可是就看主政者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当。有没有报告一直在告诉我们现在以限制都不改革情况之下，我们每年累积的潜藏债务是5000亿啊，现在整个潜藏债务已经是10兆了。学者强调，政府保证劳保袂倒，也毋过改革却无具体行动。就算政府当年拨补200亿，也只是1点啊。劳团是直接讲，劳保的坎旁哪大改革袂当搁拖。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啊，最近南部在缺水，那当水不够的时候，那出去的水大概就要减压供水嘛。那大概事实上在社会保险或者是劳保的这个财务的结构，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劳团呼吁，朝野应该量早达成共识，推动改革。劳工朋友也应该理性面对，因为无共世代劳工伫这个制度中，拢有无共的权利甲义务。要安怎互制度永续，互大家拢领会到，才是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敦邦的议题，大家拢真关心。内政部公布上新的资料，发现咱全台湾有4间厝以上的人，大约是8万人，无算介严重。颠倒是法人，亲像是非不动产甲营业业者才会法人，平均每一个就要有27间厝。最近几年，国内敦邦问题到底有偌严重？内政部透过主体所有权登记资料库进行大数据分析，结果发现，2020年底，全国有555.79万位自然人有主体，其中8.09万人有4房以上，占1.46%。另外，法人部分全国有11.24万个法人有主体，其中1.34万法人有4房以上，高比达到11.96%。自然人拥有多宅的人数，其实这个比例并不算高啦。但法人拥有住宅的宅数的比例很高，这个囤房的现象比自然人明显的多了。内政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寡多房法人持有方甲以非不动产甲营建业有多房的法人，平均持有20外户上悬。这甲金融服务业甲保险业持有较侪主体有关系。另外，去年第4季数据也看到，这寡非不动产甲营建业的法人持有1年来的出售主体的比例达到54.51%，自然人9.74%，显示法人主体短期买卖行为真正。法人的资金也比较庞大，法人所谓用人头的方式去持有的情况下，也有这个可能，所以在这情况下，法人就更容易让法人有这个诱因去做所谓囤房。就法人的囤房更严重的话，其实更要防治法人这个囤房的诱因。
学者表示，即马自然人的房地合一税率相关来到45%，甲法定的20%比，更加较会形成差房避税。过来，目前房屋税的持有成本较低，也是间接鼓励发展持有房屋做资产。所以，除了现阶段央行对贷款成数设限，政府对法人也是自然人，伫囤房税也拢爱规范以符合居住正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缅甸的军方发动政变已经1个月过，有影片是翕到军政府对台抗议民众真粗残，国际社会即马嘛出现谴责。联合国是要求军政府爱随停止镇压，嘛爱甲昂山素姬也有掠去的示威者拢总放出来。美国讲，伊要对军政府提出制裁，嘛呼吁中国爱斗相共来约束军政府。缅甸当地时间7时，军方继续派电报部队以喷水车甲催泪弹、借武器想要赶走示威者。外电报道指出，因为车山的电报造成数十名抗议群众被拍死，缅甸军警7时行动看起小可站杂。不过，随着时间过去，愈来愈多伫现场的人翕到的粗残的镇压画面，伫国防路平台顶悬被曝出来。其中一段影片显看到军警将被拍摄民众遗体搬到其他所在程度街路，对镇压造成的大批民众死伤，加29名记者在内1700人被掠。英国除了由首相强生发表声明谴责暴力，呼吁释放昂山素季等人。英国政府也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开紧急会议。美国伫推出新的制裁措施的同时，对甲缅甸军方关系真好的中国使用非常和平的武器，呼吁中方加入国际谴责当中。We would like to see responsible actors and part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Chinese, continue to condemn this forcefully, and to use appropriate policy responses to hold to accoun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is. 在北京当局一向无愿意谴责军政府，缅甸所属的东南亚国协也只要求军方爱站杂。英国的《金融时报》指出，东协有无干涉内政的共识，所以免期台区域各国应提出有效对策。在万国联合国代表处外口哀悼死难者的缅甸侨民，自然也看无泰国政府有任何回应。公司新闻持家人评论。来关心教宗方济各去伊拉克访问，是有史以来头一个去伊拉克访问的教宗。这嘛是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教宗头一摆出国访问。伊伫演说当中呼吁伊拉克的民众爱尊重少数的宗教。教宗嘛有甲当地因的总统，也有政治人物甲社会领袖才的人士见面。教宗方济各专机7月下晡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由伊拉克总理哈德米亲身迎接。这是教宗史上第一摆访问伊拉克，有高度象征意义。4天行程要坐飞机甲直升机，伫伊拉克境内旅行超过1400公里，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甲犹太教共同发源地，传达包容、共存等信息。Negli scorsi decenni l'Iraq ha patito i disastri delle guerre e il flagello del terrorismo e conflitti settari spesso basati su un fondamentalismo che non può accettare la pacifica coesistenza di vari gruppi etnici e religiosi, di idee e culture diverse. 方济各指出，伊拉克是文明的摇篮，蕴含丰富基督教遗产，希望基督徒应发挥更较大的贡献，发扬伊拉克多样性文化。各访问巴格达圣庙救赎教堂，才捌伫2019年遭受恐怖攻击，造成58个信徒死亡，数十人受伤。伊拉克总统伫演讲当中承诺，会透过对话甲合作，保持之间的沟通甲共识。لذلك لا بد من مواصلة العمل لمكافحة الفكر المتطرف واستئصال جذور الإرهاب والانتصار لمفاهيم التعايش وعنصر التنوع الذي تسخر به أوطاننا. 方济各报告去南部的伊斯兰教世界派圣城纳加夫，甲当地宗教领袖见面，佮访问伊贝苏摩尔，这捌互一间武装团体伊斯兰国掌控的伊拉克基督徒信仰中心之一。公司新闻陈伟仁评论。当年3月7日是国际妇女节，今年刚好是满101冬。妇女节上早是要争取性别平等，也有妇女的投票权。不过时代在改变，妇女即马伫社会上拄着的困境嘛无同。
有外国媒体即摆就伫无同嘅国家采访几哪个有代表性嘅人物，透过因嘅故事，咱来看女性有偌尔坚强。华尼阿迪以作家、诗人甲创作型歌手的身份，伫咧马来西亚的艺文圈是真活跃。这个阿迪一直到17岁拢无来月经，叫医生看了后才知影讲伊无子宫。毋过受到宗教甲文化影响，阿迪歹势甲外人讲伊的问题，更加是毋敢去互医生看。伊的青春岁月就安尼孤单佮操烦，一天过一天。一直到伊加入美国一个线顶苗乐馆发育不全的团体，才互伊拍开封闭的心，决定面对这个罕见的疾病。The US support group really gave me the confidence, really gave me purpose, really inspired me to do something about my community and my country. 伫印度德里上大间的公立病院麻醉科的莫亚医生，厝内4岁到9岁的囡仔拢是自闭儿，伊男阿某2个人拢伫咧病院上班，平常时啊分工合作照顾囡仔。去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阵，病院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莫亚医生无闲甲无时间通顾囡仔。防疫封城的措施，佮互囡仔特殊教育的课程全部拢冻点。伊若去上班，这2个囡仔就伫窗仔门边哭架。Restless, uncomfortable, crying all the time, and waiting for me, and sitting at the window, sitting all the time at the window and waiting for me. When my mother is coming, and sometimes very in confused status. Not eating well.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电台主持人克莱拉安佛真欢喜，伫个镜头前，展示7头米制造商美泰尔伫个国际妇女节进前推出迷你版的克莱拉安佛芭比昂啊。去年5月份，美国明尼苏达州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了后，安佛伫个节目发表演说，而且伫节目内底推动黑人的命嘛是命反种族歧视的运动。I'm aware that I've got an audience, and yeah, there is a responsibility that comes with that, and I think we are in a time now where I personally feel, you know, the moment of sort of feigning ignorance about inequalities.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镜头等国内来关心苗栗足球的乡民的冠民。不环保县政府核准昆有掩埋场饲养员封路表达抗议已经2月日。苗栗县长徐耀昌昨昏是宣布讲，要停止昆有公司饲运转的计划。足球会的民众虽讲得到胜利，也毋过因讲因要等正式的公文落来，抗议现场才会撤离。啊，那行政诉讼的部分会继续进行，毋望延宕真正全部废除。我们依现况，因此予以终止试验院。苗栗县长徐耀昌开记者会，亲自宣布停止昆义掩埋场饲养员许可。消息传回当地，民众拢真欢喜，不过抗争现场又毋敢放令，要等到收到正式公文才会撤离。公文没有下来，不一定。我们这边如果松懈了，怕不一定他还会再进来啊。昆古公司伫足球乡用心穿线，以及事业废弃无掩埋场。苗栗县府去年底核准饲养员90天，不过地方居民强烈反弹，封路围场，到即马60天。前县长刘正宏也继续声援，对县府停止饲养员的许可表示肯定。能够有做明智的一个决定，让苗栗有留走这么一块净土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真的也是感谢徐县长以及县府的这些工作伙伴。虽然停止饲养员，不过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设置许可依然有效。苗栗县环保局表示，未来昆府若是各申请饲养员自救会认为县府若无废止许可，问题无法度得到彻底解决。包括土地的变更，还有这个环评的，它规避环评的问题等等有很多瑕疵，还有。因为它这个设施已经20年前做的，不符合现代的规定等等，所以乡亲很多疑虑，包括2任县长，他认为这个有很多疑虑所以不给他允许。所以自救会这边努力的方向就是刚刚我讲了，就是要把它废掉。足球会长陈清新表示，掩埋场附近阳澄湖湖水是周围农田的灌溉用水，掩埋场无铁污染的疑虑对永远存在。赛期行政诉讼会继续进行，希望因废止掩埋场的设置许可，甲兴办事业计划。昆古公司甲暗示结果拢无相关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初，南投中寮有2只石虎走去人的家条偷食鸡，防长到了后送去南投卫生中心。经过检查，身体状况无问题，全个野放。延过顶个月又搁走去偷食。卫生中心表示，即马因会先协助农民把鸡条保护用，若阵搁发生即款代志，就会经别位去做野放。人内底即只公的石虎，因为去鸡舍食鸡被掠到，确认健康了后，伫1月底野放，由农委会主委陈吉中亲身开笼啊，暗过门开啊，伊无动作，一直等到遮的毯啊刷走，伊才探头出来，一耳目就消失伫个镜头前。暗过即只石虎煞伫1礼拜了后，搁闯入鸡舍，住伫南投中寮永平村饲鸡甲饲鹅仔的农民吴明正，也拄过同款的情形。伊讲伊无白摕石虎，暗过鸡互伊食去，也毋敢开数10万块补强饲鸡场。即个是食一只尔嘛，对无吼？袂讲像迄狗啊，去即把规片吞了安尼啦。病人先讲，迄鸡啊，两单咱饲到食偌只，去食咱嘛足毋甘啊，有时候讲我下迄棍啊，放一只互伊去落单啦。就惊石虎不时接近，增加甲人之间的冲突。农委会卫生中心会协助农民找到鸡舍漏洞补强，避免石虎过来。很现实面就是，不是每一个鸡舍都这么友善。当一只石虎它很习惯去吃鸡的时候，它可能到别的鸡舍，那鸡舍主人被偷吃，可能很生气就放毒饵，那石虎可能就被毒死了。被掠到石虎常常会赶发布去野放。卫生中心表示，一般拢会放等因原来熟悉环境。毋过，亲像即只被叫做露露的母的石虎，会定定进入鸡舍，造成家庭的困扰。都认定是脱丝个体，会刷所在野放，互伊到新的所在重新适应。记者综合报道。BL 是啥物 ？BL 就是 Boys Love 男性之爱。这个文化是对日本漫画来的，以女性的角度去幻想查甫人之间同性的爱情。咱台湾本土 BL 漫画嘛搬上舞台，真侪影视作品，抑个舞台剧，即马拢咧拍这个主题。进场多填实名制 ，QR code 或者纸本都可以，填完之后来找我入场。今年一摆的台北国际动漫节，为着配合防疫，全港的歌嘴暗徛名字，为着现场的优惠，不论排队排偌久，民众嘛甘愿。其中今年上映捌的漫画类型，就是BL 男性之爱。对，就是这一部。如果30岁还是处男，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就是他在串流平台上，目前就收视是最好的一部。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拍成真人版的电影上市。对少女漫画延伸出来的 BL 创作，讲的是画面水、剧情浪漫，往往超越现实的男性之爱。去年有真侪改编 BL 漫画甲小说的戏出电影抢红起来。台湾原来有剧场制作团队看到 BL 的商机。是啊，而且这是怎么一回事？成立2年外，制作公司只会改编台湾漫画画家的作品。雨水是上天给大地的恩惠哦。剧情内底有土地公、牛头马面、甲虎爷等等的元素，嘛因为离演出无偌济时间，赶紧排练。BL 这个市场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经济能力，这样，但就是台湾就比较少人去有点算是涉入这一块这样。日本身为 BL 文化发源地，经过几纳10年发展，漫画延伸商品像小说、电动戏剧等等，嘛进一步带动影视产业的发展。台湾虽然起步较晚，不过 BL 市场长期发展未来也值得期待。记者卢阿君、吴文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方面晚间会造成天气无啥稳定，中部以北、东北部会落阵雨，其他所在嘛会落11雨，而且时间愈晚，雨会落愈高。今日暗时到明仔有方面的通过，加上东北季风会增强，北部、东北部会变天，天气嘛变较凉，乡亲爱洗衣。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1度；
东北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26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至23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重新顺心，咱再会。